Hello，大家好啊！筆姐姐頻道又出現啦，各位有冇驚喜呢？入得嚟睇片嘅，就一定要撳個 like 俾我㗎喎，唔肯俾 like 嘅人，我就會打鑊佢嘅。唔好唔信啊，因為我筆姐姐都學過詠春㗎。筆姐姐我呢一架車，都好需要你哋幫手用力推一下㗎。如果冇晒動力，架車都撻唔着就慘咯。好啦，今日嚟到8月25號嘅星期二啦，天氣有啲唔穩定喎，今朝仲落緊好大雨添。想話嘆返一盅兩件，卒之都冇去到咯。響屋企無無聊聊咁點呢？咪出條片同大家吹一下水咯。話題吸唔吸引㗎？咁就要睇你哋自己覺得鍾唔鍾意啦。家陣大家要揸住杯茶，好好地洗耳共聽啦喎。筆姐姐嘅演繹方式都好容易了解同明白嘅，話題都係真實唔會老作嘅，主觀嘅評論風格，大膽豪放針針到肉添，我就認為真係覺得收睇喎。至於筆姐姐你可唔可以吸納多啲粉絲，咁你就要加倍努力咯。今日講啲乜呢？就係未成年嘅少男少女啲性慾追求嘅。家陣嘅教育知識，就係未成年嘅男女發生性行為係犯法嘅。咁發育時期，都係出自10幾歲時間㗎啦。愛情同性慾，都同時會出現好奇同想嘗試嘅。鼓勵佢哋咁做，當然係唔啱啦。不過就算去阻止，佢哋都會偷偷去嘗試嘅。好啦 ，anyway， 一個14歲嘅女學生，竟然鍾意咗學校一位32歲嘅男教師噃，係咪叫做情竇初開，情不自禁呢？至於嗰位男教師，竟然去接受喎，咁就該煨咯。嗰位男教師有冇諗過，分分鐘會墮入11竿呢個陷阱㗎？嗰位嘅男教師成30幾歲人，有冇遵守過自己做教師道德操守㗎？對一個14歲未成年嘅女學生，竟然同佢搞埋啲咁嘅師生戀，係咪真係大錯特錯呢？唔通係諗住食得唔好嘥嘅心態？正所謂，有邊隻貓係唔食魚嘅呢？男教師同女學生就開始多次約會啦，情到濃時，梗係激烈擁抱啦，身體咁樣接觸法，咁就大件事咯。男教師受唔住色慾嘅衝擊，就引導女學生同佢去做手淫同口交添。女學生雖然係戰戰兢兢，但都同佢配合嘅。當時男教師梗係得到相當滿足嘅快感啦，直情大叫一聲係好舒服添。男教師得到咁嘅享受，梗係食過翻尋味啦。之後連續幾次約呢個女學生出嚟，都係同樣做呢個行為嘅。至於嗰位女學生，心裏就覺得男教師係真心鍾意佢嘅，所以幫佢做呢啲嘅行為，應該係無所避免添。14歲思想未成熟嘅少女，都好容易受到啲錯誤嘅吸引嘅，得到一啲表面嘅關懷同美麗嘅謊言，好容易就會做出唔應該嘅奉獻添。啱與錯真係都未完全識得去分嘅。雙方呢一種嘅約會行為，維持咗一段好長嘅日子嘅。不過後嚟，女學生都識得好理智去諗一諗啦，更加有好大嘅懷疑添。究竟呢位男教師係咪真心鍾意自己㗎呢？定係將自己用嚟做一種泄慾工具呢？一直積壓響心入面嘅疑慮，又點頂得順呢？終於就揾咗個朋友去盡訴心中情啦。朋友聽完佢嘅傾訴，當時就目定口呆兼夾大吃一驚添，毫不猶豫咁同呢位女學生分析，就話男教師同佢嘅年紀身份根本係唔對稱嘅，而且睇嚟就係一場送羊入虎口嘅局面。男教師就係一隻淫賤嘅老虎，響度慢慢品嚐自動送嚟嘅羊肉喎。就勸個女學生唔好再錯落去啦，快啲揾人協助去解決呢件事情添。
朋友嘅深入講解，我諗嗰位女學生應該識得認知啩，應該要懸崖勒馬，唔好再一錯再錯喎。若果到時再跌入一個更深嘅懸崖，咁就真係恨錯難返咯。好彩嗰位朋友都冇白費心機，女學生都恍然大悟。嗱臨將呢件事情原本咁將成件事揭發出嚟，男教師梗係即刻會被起訴啦，同埋要接受應得嘅懲罰刑罪添。法官就話雖然男教師同女學生未有發生過真正嘅性行為，不過涉嫌嘅非禮行為就罪成，被判監禁18個月刑罰嘅，更加直指呢位男教師完全沒有職業道德嘅，做教師嘅尊嚴操守，點能夠同一個未成年嘅學生發生呢啲猥褻嘅行為呢？男教師年紀就大人11年嘅，就算對方年紀太輕唔識諗，男教師你自己都識得去自控同分析咩叫錯誤啩？咁真係應有此報咯。男教師為求就手，同埋品嚐小鮮肉嘅色欲享受，搞到要受牢獄之禍，真係一指錯滿盤皆落索咯。就算第時放監出返嚟，都會名譽受損啦，前途會唔會盡毀呢？好啦，成件事情又同大家講完啦，好明顯係睇得出，男教師係因為自己嘅色欲上心，冇理到自己年齡同女學生嘅身份匹配，走去做埋一啲越晒鬼嘅行為，換來一啲應有嘅惡果。至於嗰位女學生，今次係咪受到好深嘅心靈創傷呢？受過今次嘅教訓，我諗長大以後，佢響愛與錯的邊緣，應該識得點去挑選啩。不姐姐，我身為女人一個，奉獻好多年輕嘅女士，真係唔好輕易受到啲虛假嘅愛情薰陶，跌入一啲無謂嘅愛情陷阱喎。到時受到感情同錢財嘅損失傷害，咁就真係認真淒涼咯。好啦，睇完不姐姐我呢條片咁精彩嘅內容，大家係咪應該俾個 like 我呢？又有冇人去免費訂閱我頻道呢？留言幫我推一下片，你哋又會唔會做呢？好咯，不姐姐又要講再見啦，最後送過 goodbye kiss 俾各位先，多謝晒大家入嚟收睇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文武姐都響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先，希望下一條片再可以一齊入嚟不姐姐條頻道，再吹下水同高興一下嘅，各位拜拜咯，拜拜，拜拜。